中秋节要到啊，月饼应该是家家户户拢会传的物件，因为安尼，二仑乡这个农会绿色的照顾站，就办做月饼课程，或者阿公阿嬷来体验做好的月饼，农会嘛分送给乡内独居老大人，也是弱势家庭，互因做伙来过中秋。 大家无用咧做两人数，虽然手法真复杂，不过大家拢做甲真欢喜。 做好个啊，应景啊，因为中秋节到了啊，安尼阮就搁省一条钱，阮唔免搁买中秋饼。二仑乡农会绿色照顾站举办做两人数的课程，互时代来体验做饼的趣味，提早过中秋。 包两人搁红包，都为着中秋节，中秋节到爱先做，嘿啊，阮农会做好个，真好啦，吼，这算一种的教育啊，一种的防做真对这老人一种是算真好啦。大家做伙分享做出来月饼，有一种团圆的感觉，做伙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